今仔日应该是读11页啦吼。顶回是看到即个对话遮吼，志勤含阿姑的对话吼。对话主要是讲，就是要甲志勤做互即个大川市吼，做其实嘛毋是算二房啦吼，因为原来是正室啦吼，大某啦吼。但是伊进前有即个大川进前有离一个去啊吼，伊含因阿姑着安尼对话。志勤意思是讲啊，人家毋知这啥物大家庭，咱若有配你过吼，一讲去就随坐回头叫甲你送倒来吼。啊，顶回看到遮吼，阿姑讲囡仔吼，人迄是找无好对头，啊你是嫌伊伤厚吼。志勤咱若应伊讲，阿姑我毋是嫌伊伤厚吼。是自分我会含慢吼，咱对这只开始看起。我敢若袂记咧，甲恁来，好，马文可能无方便，好，不要紧。咱对这开始看起吼，志勤讲阿姑，我毋是嫌伊伤厚。是自分我会含慢，小等哦，开车门。含慢知啦吼，含慢就是，我煞袂记含慢。来，学一个英语。含慢 HAM，我真是毋捌用即个夏兴大词典查过白话字的部分嘿。含慢拢是第几声吼？含慢，等下，含慢的含是第几声？含慢的含是第一声，变调第七声。好 ，OK。含慢awkward, wanting inability, stupid, stupid, unskillful, ignorant how to act, inefficient. 我认为即寡字无足精确来翻译含慢即个词。我拄则想到一个英文字，一时仔阁袂记，想起来阁袂记安尼，无啥清楚会记迄字要安怎写。awkward， 好啦，想着再讲吼。含慢，咱来查台语大词典含慢。HAMBAN。我会记迄个，迄个英文字，我是拄则伫咧我头壳内想过迄个英文字是，意思可能是像讲形容人行路安尼摆安尼啦吼。含慢吼，无能吼，例句就是含慢骹，含慢写吼，含慢咸头食吼。含慢骹我毋捌听过吼，含慢写就是你含慢做啥物代志吼，就会使头前用即个 adverb 吼，即个副词去形容吼。会打哟，会打是下手，啊苦手咧，日文苦手，苦手是袂晓啦吼。好，まずい。愚か、無能、不器用、不巧嘿，不得意吼。含慢骹是足啊 ，OK， 就是含慢骹就是无法度行袂远啦，无法度行吼。含慢写，含慢咸头食吼，バカの
盗み首吼。好，韩漫。我毋是嫌伊厚，是自分我诶韩漫吼，我家己袂晓，我家己无能无才调吼。毋敢后壁点点点，毋知啥物意思吼。毋敢做啦，毋敢嫁啦，毋敢嫁伊啦吼。甲你讲捌你等下吼，我甲这个放较大个。安尼，较大一撮。哦，应该较大才看有。甲你讲吧，你去一个，等下吼，这看无解有。你是袂晓听吼？你意思讲你都毋知影我心内咧烦恼啥，你听无吼？你毋知影我咧讲啥吼？你是袂晓听吼？你听无我咧讲啥？头前就讲，甲你讲吧，你去一个，这我都看无啊吼。甲你讲吧，你去一个，真正无理解。甲你讲吧，你去一个，马文，你即马敢方便查？对，马文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吼，你手头迄个群花教授的注解吼，是啥物款的？倒位？伫来源是倒位？网络顶的吗？马文可能无方便讲话哦。是毋是有出问题啊？哦，恁无听到我的声哦。Hello， 芭比会当出一下声袂？啥物人会当出一下声？因为我，为虾米呢？好，安尼有听着无？有啊，总是有听到啊。结果我安尼伫遐念几步，好，佮定头来啦吼。就袂较有声，嘿。定头来。啊，拄则有啥物我注意着是，我要问马文问题，结果拢无人插我。马文，甲你请教一下，你进前手头迄个群华教授的注解是网络顶的资料，还是倒位啊？你倒位找着的？迄个是个册啊，迄就是叫迄个金安出版社帮伊出啦，就是出史线原底牧师是用白话字写嘛。哦，你讲迄个大陆版的迄个就对啦，对。对。哦，顶头有就是是 OK。原本是白话字嘛，啊伊若发觉着，即款是毋是真正拍毋着字，啊是安怎？我金华教授咧写的时阵，就是若因知有，啊伊就会纠正，会校正安尼。安了解，安尼有一寡问题要甲你请教。咱即马读的即只有一句就开始吼，咱顶回读到即只啦吼，顶回来讲，顶回就是我定小解者吼。咱即个故事读到遮，就是志勤甲因阿姑的对话啦吼。即个姑叫做啥？厝内姑啦吼，就是还要出嫁的款。奇怪，哪会厝内姑咧烦恼即个孙仔的嫁娶吼？哦，好。即个志勤一开始是惊讲人咧
即个人即个算大算好嘛无算好囝啦吼，算去人去捎材料的即个鸡吼，要过去遐无，即碗饭无遐好芳。阿姑讲啊，咱电话就读到遮吼，阿姑甲讲囡仔，人迄是找无好对头，啊你是嫌伊伤厚吼。志勤就讲阿姑，咱即对遮开始吼，咱今仔日对遮开始吼，志勤讲阿姑，我毋是嫌伊伤厚。是自分我的含慢吼，拄则我阁有查含慢，含慢吼，含慢就是无灵啦吼，无才调吼，我著无爱阁定讲吼。其实毋是一个介困难的事吼，伫咧生活中嘛直接用着吼。伊毋是干那形容词，会当换来做副词吼，对，做副词会当来形容一寡动作吼，譬如讲一寡你较做袂来的代志吼。我着含慢做，我着含慢读，含慢行，含慢讲吼，即拢会使吼。你甲动词用咧安尼就会使吼。意思即你无法度，即毋是你在行诶吼。好，伊讲是自分我诶含慢吼，毋敢后壁点吼，就无讲啥，应该是就是我毋敢过去安尼款诶人兜啦吼。甲你讲捌，你去一个吼，我正要甲马文请教，就是伫咧昆华教授遐是安怎解说即句话？甲你讲捌，你去一个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真正看无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啊。甲你讲捌，离去一个。曾经的意思嘛。对，我即嘛想啊，就是进前捌有离去一个啦吼。我拄则想讲，甲你讲捌啊，离去一个，我咧断句就毋对去啊吼。甲你迄即个捌，毋是认捌的捌，毋是知影的捌，是曾经发生吼，捌发生即个代志吼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吼，意思讲。甲你讲规部啊，你听无，人伊进前离去一个吼，啊你是袂晓听，你是听无你听无你烦恼啥安尼吼？惊讲我惊讲我是第二个安尼吼。OK， 马文，其实我要甲你问的毋是这啦吼。我来看一下我含一个学生，其实已经读到第200外页去啊吼，我已经读几啊年啊。小我现一个遐吼，结果迄页内底吼一堆物件我看无啦吼，真正厉害咧，写到一堆我看无，但是我袂记先甲列出来吼，所以咱可能要斗阵看一页吼。毋是213页，213页吼，咱斗阵来看者，看有法度找出来一寡吼。真先问伊讲。厝遐免面带，等下，进前应该是对倒位吼。有人讲着替院去台南，有人讲着去找男士博士吼。真先顶日听着倒边职人有问迄个外科医生，看着怎样？伊讲有时毋免手术。倒边的人会漏对正边手术的孔过来，后来阁问别个医生，伊讲无迄落离去吼。上外科的医生讲两款的话吼，实在是真奇怪。想讲对起头照顾到呾，若来拍算是前功尽弃，想着西洋俗语有讲，天要帮赞家己帮赞的人，就像我若会尽所会来帮赞上帝的工程得着成，亲像耶稣有要变酒，罗卜出力去担水，倒满遐个石甕，想来想去。毋知着怎样较好，设使若替伊无较好，
体伊无较小孙若体院无较好是体院啦吼。后来要搁入院，文档歹势，亲像顶日一个出去搁入来，医生无啥欢喜，落尾是死。想要解决，跪落祈祷求上帝指示，就望见面前一个新开的墓坑就墓坑啦吼，有一个牵互妇一揽的牙节甲棉仔牙节来，这是我拄着第一个看无的词吼。牙节啦，应该读做牙节吼。212页，毋知猫你敢方便无？帮我查一下。212页是。白话日本的。我伫咧找你读念的啦吼，我讲200几页。嘿。歹势，我无对着你拄仔读念的迄搭。袂要紧，袂要紧，212页吼，我拄则是去咧找啦，因为我咧找，我袂记甲记啦吼。OK。嘿。OK， 好，212页倒位？上落尾一撮。212页，算212页尾啊，等于是尾啊3段是另外一段的开始。是上尾一撮是，我来即撮读吼，即撮应该对头前读起啦吼，头前迄个到点句头开始吼，有一个牵互妇一揽的一揽的牙节甲棉仔来储伫孔内，吼，这意思是讲，伊望见看到一个牵互妇吼，揽一项物件啦吼，揽一揽的物件吼，来储伫咧即个墓坑的对遮吼。OK， 但是迄个物件我看无，啥物叫做牙节甲棉仔？棉仔当然理解啦吼。牙节是啥？我迄当阵想讲，这是毋是日本话内底的词？但是我查即个查卡纳嘛是找无即个词吼。这啥物件？我嘛咧要应该是一个外来词，伊含医生朋友关系嘛。啊，棉仔大概可能是硬啊，啥毋知。所以牙节，我今嘛若现讲，清华教授伊即本伊到底是会安怎处理？伊这等于是伫咧第39章的款，伊212页迄遐，应该这应该是。拍我看到第几章？应该是39章吧，我咧摇。然后就忘记，所以忘记。对，39对39。所以忘记，就忘记头前新开的墓坑，看一个看护妇，然后牙节。清华教授的注解就是讲，伊迄是日语的旧词，叫做咬节刷布，所以棉仔含刷布等于是较小瓦嘛。对，安尼就理解啦。主要是毋知影迄个日文这是啥物件吼。这日文是啥？伊变成讲伊就讲这是咬节，咬节怎可能改写做台语的时阵，怎直接牧师迄阵怎改写？牙节啦，应该牙节吧，牙节，伊是牙嘛，变调变牙嘛，牙嘛，牙节安尼。好讲嘛。因为教授甲伊拄过迄个刷布。我用卡那查一下吼，牙节对日，日。伊就应该是。这算录音票是毋是？是毋是录音？嘿。伊写的字母是 GAUZE 嘛，做咬节。好，咬节我嘛是查无吼，袂要紧，这另外再查。好，另外来，这是小可一个词尔吼，后壁搁有吼，我搁继续查咧吼。金星问伊讲，厝遐要面袋，嘿。即个我袂晓读咧，面袋就是要创啥吼？因讲要抱囡仔来遮困较软吼。真心讲，遮是墓坑，应该是大死人，你何以要伫遮照顾人？总是惊了大死人的
大死人诶若到错误会互伊大死吼，迄时就无彩礼诶工啦。讲到遮就请真仙即时甲妃子甲因某讲吼，我诶梦是安尼，拍算这是上帝诶指示，因为我拄仔求伊指点我，伫遮会看护妇实在好礼。毋过医生医治诶法度无明白，行了错误会死伫遮，就误着上主诶意思。妃子讲，我拄仔夜梦见一区诶甘蔗，我外皮真水，嘿，其实内底诶空壳。真仙讲，我诶面梦并素无啥爱信，若是金暝远，咱诶面梦，我想毋是无意思，稳当是上帝旨意。妃子讲安尼明白，明仔日着退院，隔日退院，毋知要去倒位。朋友来小解讲东讲西。火车已经到，就北方山去找南苏博士。歹势吼，毋是伫遮吼，安尼我着爱搁读搁较进前啊！我看电话读到211页第一段线才对。我看吼，我变成读到前遮，这211页遮吼开始。过3日，马文，你敢方便倒我看？无等下你搁找无？我著咧做迄过3日迄搭遐。过3日，代理院长的先生看讲，倒边又搁接人，拍算着搁手术，真先行了搁第2摆。片面香是鼎糜得法。我安尼我即马读我电脑看有意思啊吼。鼎糜得法，歹势，鼎糜得法吼。即句是我迄当一开始就看无诶。啥物叫做鼎糜得法？真先讲。即段意思是讲，医生来看者即个囡仔，这袂使，即倒边佫开始咧发责人啊，吼，着爱手术。结果呢，因老爸真先看，伊烦恼啊，讲，佫第2摆佫片面香，就是迄当阵会叫做麻醉啦，吼，做麻醉啦，吼。就是行了第2摆，着爱佫片面香，吼。后壁即句我都看无吼，是鼎糜得法，吼。鼎糜的话是啥物意思呢？迄个话其实就是磨意思。磨是啥物意思？磨刀啊，无用水迄个磨。磨啊，鼎糜呢？鼎糜伊是讲，迄是属于炒菜话下迄个边缘，所以就是等于是伫迄个四周淡仔咧磨嘛，爱着讲。鼎糜第一破就是袂堪要搁磨，非常薄啊，袂使搁磨啊。OK， 鼎糜得化 ，OK。鼎理解啦吼。英文是讲，to be not able to stand up anymore。对。stand up anymore。安尼理解吼。袂当搁吞入来款，是无嘛？安尼理解，就袂堪要搁第2遍搁麻醉啊啦吼。想讲，咱继续看吼。想讲树以真。迄贴药头到遐好，就暗前互伊试食。过2日，因为进前有人摕一个药包互伊啦吼，汉药啦吼。有时仔讲，大概讲迄药头吼。即嘛药头网络顶的药头，含即只药头无关系吼。即只药头就是药材啦吼。较早药头叫做是用咧树棍啦吼，食物的即个棍头去做，所以会讲药头就是安尼来吼。
想讲，来我继续读落吼。想讲水装迄贴药头到遐好，就暗前互伊试食吼。暗前吼，过2日搁看，详细搁听，就讲当毋免吼，看看讲，医生看讲，当毋免手术啦吼，已经消去啦吼，真心伫心内伫想，药头袂歹吼。迄个手术的位吼，正边髌仔骨剪断一支，大有3寸长。逐日是逐日是抱去换药，对空喙的位抽出抽灵管。这只佫一个词佫袂晓吼，一日地，七日地吼，七日地吼。我大约药可能是7啦日地的意思啦吼。三个共款的动作啦吼。可能是写毋着字的款。这是安怎读啊？直接写77的。77的安尼，77的嘿，77的。所以讲 TH 这个词啊，就是有个人会变 LEH 安尼。啊，所以我看单位手术迄个，当时我主要是敢若对咧看汉字版、汉罗版的，啊，然后计算一袂歹，迄个手术的位，吼，然后佫几纸啊，空喙有诶7，所以7日内可能就是伊白话字写7日内嘛吼，啊，然后去毛教授的汉字直接写77的，就7物件迄个7，啊，就用塔字。OK。嘿，啊，所以拄则变成讲，当初牧师伊咧写的时阵，敢会是本来7嘛，啊，可能是毋后壁迄个第二7的迄个7去落加去，就变写7日地安尼。好，了解。咱佫继续看咧啦吼。对空喙的位吼，换药啊啦，对空喙位抽即个抽灵管，管就是管啦吼，抽灵管啦，切的，佫甲包起来，包互目那尔吼，算是消毒清气吼。咱继续读落吼。听后伊家己好，我记得是差不多甲遮啦3位啦吼，我印象中3位吼，并无别物方法吼。伫遐3礼拜久，犹原是伫出人，囡仔是拿衰弱，真心顾到遮，是拿准一项工程，迄个毋甘的心，煞变做亲像烦恼工课做袂了的意思。好，安尼到遮着，就是这3位啦吼，算。读一节课啊，1点钟内底3位拢看到啊，规段强要毋知你到底伊讲啥吼，差3年差足侪。好，歹势耽误各位时间来学即寡我实在是袂晓的物件。咱转来到第11页遮啦吼。11页，为什么？好。11页，好。后来拄则志勤算着小可，感觉讲你若讲咧讲袂顺车吼，甲你讲诶人拄则离一个啊，你佫听无吼。若讲哈，所以迄个声音单你知嘛？啊，迄个是安怎字？为什么会甲迄个字调？你知无吼？所以迄个声音单吼，音单，什么原因啊？吼，即嘛逐个华语讲原因关系啊，袂晓讲音单吼，音单就是原因吼。咱来看一下音单，音单 TOANN 吼，音的原因为啥物无即个数？我是查毋对去。对啊，台语大词典啊，无收音单，
即个接数接用着即个即马拢变拼音起来款。音端。我是拢听拼音啦吼，自我学会晓即个词，就是听着拼音尔。但当然我嘛毋是足早就学着即个词吼，我是伫咧潘国安老师的文章内底看着吼。啥音段？对，伊嘛写拼音嘛，好，搁早一个音段 TON， 真正无收呢，还是我用吉他曲考试看觅。无好，查一个啊，找台语。台语大词典有收，但是为什么我查无？音段就是理由、原因吼，理由吼。所以嘛无啥物其他的例句啦吼，例句敢若有遮吼，1957年台湾语常用语类的原价是啥物音段吼？基本上这是个名词尔啦，无啥物。好，咱搁继续看咧吼。啊，你所离迄个啥音段你知嘛？即个嘛哩吼，我其实我毋知咱捌讲过无吼，即个嘛哩是伫我家己的台语的使用的即个经验当中吼，一直到我去台语教会进前吼，其实我从来毋捌用即种嘛哩做结尾来做句尾的即个疑问词吼。啥物嘛，啥物嘛吼，我袂安尼问吼，啥物嘛？伊即只是假音嘛吼，假音的嘛，你知嘛吼？我毋捌安尼用过吼，我拢用啊，我要安怎表达疑问词呢？我拢会用敢，你敢知？你敢知吼？像安尼即字，我拢用即字来表达吼。你敢知？即敢是吼？会安尼来表达。有一个讲法是讲，即个 MAH 啊，用中文来讲做反诘问。对。用问题来问问题啦，你问一个问题嘛，你敢毋知伊是啥物原因离掉的？就即个原因敢毋知嘛？就是我即摆变较一寡，就讲我会感觉我嘛是即几年读台语字文了，才发觉着高安自细汉伫身躯边大人咧讲话的时阵啊，一直到当我可能嘛也阁有即种习惯，就是人问问题了后，我就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伊。就讲理论上可能对方是期待有一个肯定的答案，毋过回答的我，可能嘛知影伊要爱迄个答案是啥，毋过我感觉迄个答案，迄个问题无遮尔简单，我就怎用另外一个问题去回答伊即个问题。所以就讲，因讲喺法律上迄个讲法，还是讲辩论迄个讲法叫做反诘问。当然原底的台语的疑问词，拢是用敢嘛，敢有安怎？你敢要？敢有？敢无？即种敢字。嘛，白话字、罗马字嘛是即几年才知影，所以细汉听到迄个音嘛，其实伫头壳内底分无啥清楚。毋过即马搁回想起来，就是我听过有人讲即个 MAH 是一种反诘问。当然，我的理解是未必连100%拢是反诘问，未必的，因为台语真正有不了快迄种论述吧。我咧猜想。牧师写即个小说，可能原来嘛是毋是有伊伫你圣经内底所看到迄种论述法，我无确定。以上。OK， 就是我对来讲的吼，伫我的生活即个经验中吼，我毋捌用过吼。一直到我看潘国安老师有写起讲，即嘛即个有人讲即个嘛啥物嘛即种问法是
因为去互即个华语所带来，所去画着啦吼。但是呢，潘国文老师，我迄当看潘国文老师所讲的，就是拄则马文所讲的吼。伫个台语内底有即种用法吼，就是拄则马文所讲，但是其实我幼原是无法度通理解，连我叫我家己来做即个书，我做袂出来。我真正袂晓啥物叫做啥物反诘问吼，就反问法啦吼，就是伊是一个，伊毋是一个疑问，颠倒是一种我袂晓解释吼，我就是看无吼。当然伊有讲起，就是伫个圣经内底吼，巴克勒版圣经有用着吼，所以伫个长老教会内底用安尼句法来做疑问书吼，其实是足接拄着吼。你若今仔是教会家庭大汉的，或者是讲你后来你学即个圣经吼，或者是伫个即个长老教会、台语教会吼，你着较接听着即种讲法吼，你知嘛吼？那我绝对问袂出即种话，我着绝对讲你敢知吼？我一定是安尼问的吼，我袂讲你知嘛吼。各位理解啦，各位了知影讲有即个差别伫遮啦，吼。是安怎对毋对，我毋知，但是就是讲，莫认为讲即个马里就是一定是华语所画着吼。伫个即个大清的时阵，即个长老教会因的圣经内底，日本时代大清因都已经安尼讲啊，吼，迄当华语根本都还袂入台湾吼。但是是毋是伫个下门遐，就已经去互北方话去学着，即就歹讲啦吼，我毋知啦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咧吼。志经回答讲无啥知，我看下时间吼，43分。好，过来，因阿哥就讲，迄个是为着行毋对吼。讲迄个人去用离啦，是因为伊行毋对吼，行毋对就是做毋对代志吼。应该离的吼，就是应该爱甲离掉。伊嘛无讲啥物原因啦吼，就干那讲行毋对吼。所以话使伫讲是义气的男子吼，会使讲即个大川啊是义气男子，才会晓安尼做法吼。甲学了即个大川诗吼，所以话使伫讲吼，话使伫讲，就是会用伫安尼讲，会使安尼讲，就是会使安尼讲啦吼。所以话使伫讲，话使伫，一时仔想袂出啥物例句啦吼，咱来看有法度伫个。代理店有较实用的讲法，会使伫。对，我一时仔想讲，即个使是第二声吗？会使第二声吧。对，但是无即个词啦。这嘛是理解啦，因为使本身就是一个动词嘛，伫是后壁即个算助词嘛，所以无即个词啦吼，会使伫讲吼，所以话使伫讲，即个话就是会啦吼，即嘛各位较罕咧听人安尼讲啦吼，我虽然是定听阮阿公伊安尼讲啦，所以我到即嘛有遐个惯习，佫会讲话晓讲安尼吼。第7，我看这是要安怎查，爱腔口查吼。话吼，就是会啦吼。漳州腔会吼，所以即摆你讲会晓袂晓吼，这是漳州腔吼。阮全腔是话啦吼，或者是阮阮的即个亲戚即只东湾腔，讲其实我都袂晓讲啊，因为我无听阮阿公安尼讲，我袂晓吼。第一就是可以吼，会使吼，话见正直，以真话吼。也
也袂也袂是会晓也袂晓啦，会也袂吼。好，这第二是因为吼地教吼，伊的病不及上中，怕甚为死吼，怕甚为死吼，可能会死吼。我跟人讲，地教路筋骨若无细腻会跋倒吼，地教跋倒吼，有诶就是地教跋倒啦。若无细腻地教跋倒，或者是拍算地教死吼。第三，食酒面就会红吼。第三是啥物？形容词会动词形吼，就会变成安怎吼？食酒面就会红吼，就变成红。若打碟就会好吼，若打碟就会好。打碟即只讲是治疗的意思啦吼，就是你若有去甲打碟。打理啦，吼！我知影即个华语你若有即个打理的意思，吼。若打碟就会好，当然即只是讲你若即个病若有去甲治疗，吼，有去甲注意，有去甲处理，安尼就会好，就会好啦，吼。第四是讲拿会知，吼，我拿会省掉即个那里，吼，我拿会知。我会知，我会知吼，就是我哪会知吼。穿甲遮济领，我会寒。穿甲遮济领，我哪会寒啦吼，我哪会寒啦吼。好，这是腔口差尔啦，就是你下哩啊，大家拢会晓啦，是小概互大家小知影一下吼。有时候我讲话，有人讲听无，想讲你是毋是讲毋对吼？还是尤其用写的时阵，你讲的时阵，佫讲会着过啊吼。用写的时阵，大家就看无，你写啥吼？所以话使伫讲是义气的男子吼。我看遮时间剩12分，义气的男子吼，义气就大家知影迄个义气嘛吼，关公迄个义字吼，义气的男子才会晓安尼做法吼。讲伊甲离调是义气的男子啦吼，无离调颠倒无义气吼。啊，这因为无讲实例，咱嘛毋知到底发生啥物代吼，当做着真正是义气的男子啦吼。好，到遮啦吼。好，我看觅今仔日好，安尼大家来读到遮啦吼，义气的男子，大家来读一下吼。来，我看吼，我头前这是芭比好，咱对芭比先来吼。阿哥，我毋是嫌伊伤厚，到遮芭比。阿哥，我毋是嫌伊伤厚。我芭比拄则安尼规段读来有啥物字？我拄则无解说，你袂晓。本来有毋知，但是后来你讲啊，我就听有吼 ，OK， 好，OK， 即摆无问题。好 ，OK， 阿哥，我毋是嫌伊伤厚，玉文。阿哥，我毋是嫌伊伤厚。过来，即位是雷军吼，我说，雷军，哎，对，雷军。是我。嘿，你要读无？阿哥，我毋是嫌伊伤厚，有法度目睭倒会对袂？会使。嘿，来。阿哥，我毋是嫌伊伤厚。好，来，马文。感谢。嘿。阿哥，我毋是嫌伊伤厚。来，即个秀子吼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你称呼，毋知你有兴趣来读无？我知影，敢若你台语你是老先觉啊啦，歹势，咱咱一寡袂晓的即个少年咧读台语啦吼。你若有兴趣，你会使读吼。好，若无后一位。来，阮即马读到倒位呢？是第11页，嘿。嘿，第11页中央即个古字，古字，嘿，古不离
歹势，伊毋是阿姑是第三组嘛，是阿姑芹里嘿，阿姑志勤对话，嘿对，第三组阿姑志勤，阿姑志勤，阿姑志勤安尼吼，第三组勤啦吼，勤古勤，第三组即个勤里，阿姑我毋是嫌伊伤厚，第三个勤，阿哥，我毋是嫌你伤厚，我是毋是嫌你伤厚？你是毋是嫌你伤厚？是咱袂要紧，后一句咱再搁读吼，咱留别人先来。Jim，阿哥，阿哥，我毋是嫌伊伤厚。来准着。阿哥，我毋是嫌伊伤厚。是自分我会含慢，毋敢。芭比。是自分我会含慢，这个是念毋敢，对，嘿，毋敢。来有文。是自分我会含慢，毋敢。丽君。是自分我会含慢，毋敢。来，马文。是自分我会含慢毋敢。来，袖子。是自分我会含慢毋敢。Jim。是自分我会含慢毋敢。准着。是自分我会含慢毋敢。甲你讲捌，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吼。两句做一个来啦吼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。芭比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。来，有文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。丽君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。马文读的是对啦吼，就是一般咱惯势是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规句是连做伙啦。但是我读转去吼，就是要足明显的分别讲捌离去一个，因为我拄则一直讲捌吼，毋是讲捌，是甲你讲捌离去一个吼。迄捌是倒后壁，毋是念伫头前即个讲吼。歹势吼。所以甲你讲捌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。来，袖子。袖子敢方便？甲你讲捌离。先听就好，恁继续读，歹势。好，来 ，Jim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。准着。甲你讲捌离去一个，你是袂晓听。咱即马有诶，就是转音去袂响吼，是袂响啊，就是即个会转音去啊吼，就是拄则准着所示范诶吼，袂响听吼。原本当然是袂晓啦吼。后来咱继续读落吼，即个阿姑就讲啊，哈，所以迄个声音单，你知嘛？吼，咱几句啊读过吼，即你会感觉若敢若你讲唱歌戏吼，哈，所以迄个声音单，你知嘛？吼，来，芭比换你唱。所以迄个声音单，你知嘛？玉文。所以迄个声音单，你知嘛？
你知嘛？吼，免知，知就真正是唱歌去啊！吼，好，来，丽君，哈，sorry，迄个写音单你知嘛？马文，哈，sorry，迄个声音单你知嘛Jim，哈，sorry，迄个写音单你知嘛？准点，哈，sorry，迄个声音单你知嘛？无啥知，芭比。无啥知，来，南部腔会讲无啥知吼，和我的腔无共个，会讲无啥知，做你读无啥知袂要紧吼，坚持你家己的腔口，毋免歹势吼。来，玉文，无啥知，丽君，无啥知，马文无啥知， ，Jim，无啥知，准点。无啥知，咱人吼真容易互别人的腔口影响，尤其是四周围吼，你外地人，你来到即间头吼，你着真容易迄个腔口，你着会扭去吼。我讲无啥知，大家都拢读无啥知吼。我的腔口会读讲无啥知吼，所以当我读无啥知的时阵，大家都拢读无啥知吼，这是南部腔口啦吼。啊，你若听到我讲无啥知，你就知哦，即个可能是北部来吼，无啥知吼，阮新竹人足侪是安尼讲的吼。好，来继续看咧吼。迄个是为着行毋对，应该离的。来，迄个是为着行毋对，应该离的。芭比。芭比你煞无声去。啊，我袂记开麦哈。迄个是为，你讲迄个是为着行毋对，应该离的。来，玉文，迄个是为着行毋对，应该离的。应该本调是应啦吼，本调是应，变第七声应该离的，毋是应该吼。当然是毋是来查一下即个应该即个词啦吼，我毋知影是毋是交破音，即我无解清楚，咱查看觅。即马敢若有两个读法，有人读应该，有人读应该，当然意思可能淡薄仔会使无共。抑毋过有一个核心的意思，应该就是 it should be 应该安尼。我有看到是有两种标音法。我先用为虾米我先用汉字查看觅吼。有其他腔口啦吼，所以我毋知影吼。应该是其他腔口分即个全所收的即个全腔应该是应该吼，应该着去，应该着设法吼，应该着尽力吼。好，各位惯势读应该，做你读应该袂要紧吼。应该是应该。嘿，好，过来丽君嘛吼，丽君你要读吼。迄个是为着是为着甲毋对，行毋对，行毋对。迄个是为着行毋对，应该离的。马文。迄个是为着行毋对，应该离的。来 ，Jim。迄个是为着行毋对，应该离的。准对。迄个是为着行毋对，应该离的。所以袂使你讲，
是义气的男子。到遮，芭比。所以袂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，来换你。等一下我找所以袂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。哎呀，怎么念呢？义气的男子。来，义气。嘿，义气。嘿，所以的男子。嘿，所以，你拄则变，你拄则数甲义拢变调，所以嘛是会使，因为你若要练过吼。OK。所以应该是读所以。即个词读所以，你若要真正要甲练过后壁迄个去安尼着所以袂使，你讲当然是会使啦。我嘛毋知安尼是毋是，我是袂安尼读，我所以会转去，所以袂使你讲吼，我会转去。你是甲念过所以袂使你讲吼，我毋知安尼会使袂吼。就当然照变调规则是无啥物毋对啦吼。OK。来，玉文，所以袂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，或者是你要所以袂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嘛，袂要紧啦吼。是义气，所以袂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。嘿，丽君。所以袂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。马文。所以袂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。Jim。所以会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。准对。所以袂使你讲是义气的男子。才会晓安尼做法，才会晓安尼做法。芭比。才会晓安尼做法。嘿，玉文。才会晓安尼做法。丽君。才会晓安尼做法。马文。才会晓安尼做法。Jim。才会晓安尼做法。准对。才会晓安尼做法。好，我看卖啊吼。我想要提两个小小的疑问啦吼。好来。即个顶一抓就是阿哥，我毋是虾米伤熬。照你讲，阿哥条件好，应该是一个结束。后壁迄个我的歌，伊煞无写大字，写小字，或者是伊甲迄个条件好当做卡码来使用，就写小字。这是我第一个疑问。第二个疑问就是，咱拄仔读的即个阿哥咧讲的，所以袂使你讲迄个话使空白中啊，敢若袂输让两个 space， 因为你若对照去顶面下面啊，迄个是为着迄中啊拢敢若一个 space， 才会晓安尼讲，遐拢是一个 space 尔啦。毋过就是所以袂使你。敢若拢变两个 space， 当然，我毋知迄当时敢有即种情况，因为话使伫即个词啊，当然话甲下这可能会使当做腔口差，然后字词顶伊就是会收会使伫，若准讲是会使伫，伊就会期末教授嘛是甲即三字用连字符甲伊连起来，甚至迄个会使一个词用一个底序，使含伫用两个底序表示讲。轻声的记号，当然，迄当阵牧师咧写的时阵，是毋是有注意到遮尔幼的所在？这我毋知影，因为尤其咱咧读念的时阵，就已经发觉到讲，咱遮尔济线顶的朋友，可能伫逐所在有无共的腔口，甚至嘛牵涉到无共的变调，所以这敢是我看到的，是有存在无存在疑问，我毋知影，是提出来大家网参考安尼。以上。马文，你第一个会当搁定讲一下。第一个是大写小写的啦，阿哥条件好嘛，惊叹号嘛，伊是甲条件好当做看嘛，还是当做一句？若如果是一个看嘛，安尼迄个我的个是小写无问题。
若准讲阿姑迄个条件好是算一句话会结束，就敢若句点安尼迄个个是毋是爱写大字？嘿，我头前顶诶迄个字句是即个。就是G是毋是大写安尼啦吼？对对。我想讲应该爱啦。伊就若敢若句刀，譬如讲后壁迄个咬字后壁佫句刀，啊，着佫小写是字分安尼，所以变成是伊无长，变成讲这是共一句来啦吼。阿姑，我毋是嫌伊伤厚，即若敢若阿姑句刀，我毋是嫌伊伤厚，所以无大写安尼。OK， 毋知我认为是安尼意思啦吼。我嘛当然我嘛毋是确定讲是毋是伊是太步呢，还是讲是实际上就是伊敢若算一个句刀，小停一个尔吼。第二个，马王其实我嘛无理解你要表达啥，所以伊话后你认为讲是一个就是讲，因哪会空白较快，当做两个空白。或者是话使伫青蛙教授是甲伊当做一个词，用秩序甲伊连起来。吼，话使拢是用一个秩序。啊，过字词顶有是甲伊当做话使，伫迄个使含得，伊就用两个连字符当做轻声来处理。啊，所以无确定，因为我嘛发觉着牧师伊遮个词啊，敢若含青蛙教授咧。看的时阵就是，有当时有连字符，有当时佫无，就敢咱之前讲过，讲，头前迄两字有连字符，可能会使正做形容词，或者是总用就甲厝内高嘛，厝内当做形容词，啊含高就是分开变用秩序连起来。啊，像我教授可能甲厝内高当做一个词，拢甲秩序连起来。啊，即个话使伫嘛，敢若是毋是有即种侦查，我就无确定。一般咱即嘛吼讲会使袂使吼，其实当做一个词理用啦吼，会使袂使吼，或者是会使袂使吼，会使会使吼，咱关系下甲使中已经海分起来吼，啊，伊迄当阵伊佫无吼，伊甲话分开吼，啊，是毋是空两格，我无甲伊清楚啦吼，因为这嘛无重要吼，我认为空两格，即有诶足多，有诶足，即个空白足留足长诶嘛是有啦吼。主要是即个话使伫是毋是爱用两个海分甲连起来安尼尔吼。我即嘛惯势已经会连起来啦吼。但是我去查即个大理大词典会使嘛是佫查无吼。大理大词典你查会使袂使是查无即个词诶吼。好，安尼到遮啦吼。10分啊吼，所以咱无爱佫继续读落。啊，另外迄个日兰遮啥日子吼，一直到呾吼，拢无稳定吼。伊嘛毋是，我遮嘛毋是讲一直拢看袂着，有时啊看会着，但是就是大部分时间拢看袂着啦吼。所以我一直咧想讲，毋知伊会当时在修理较好势吼，较稳定吼。啊，若无稳定，若无法度读啊。要读别本诶，真正若一直搁拖咧，嘛是爱读，着爱另外找看别本子来读啊吼。有兴趣再甲我讲啊，看你想要读啥物字吼。好，安尼明仔早起吼，若有稳定看会着，就来读着咱遮啥日子吼，欢迎各位。安尼到遮吼，你若有兴趣来学白话字吼，你就加入即个房，会当学白话字啦吼。台语大家拢会晓诶啦吼，啊，但是要写白话字，大家就较无迄个机会吼，即个机会难得，大家来学白话字。到遮，感谢各位，我要来开饭咯吼。好，多谢大家。拜拜。